再来看，今仔早起7:52哦，伫花莲的吉安乡发生规模5.0的地震。县政府随着发布马太安溪附近的灾民，就要赶紧疏散的减省。也毋过无偌久哦，又搁再度警报。花莲县消防局已经出面回释咧，讲因内部无了解发布的标准是失误，造成民众的惊吓，会来检讨改善哦。另外，地方嘛已经提交相关的撤离计划，也毋过中央认为这个需要修正，会过来整合原民部落的意见，卖甲观光客纳入撤离的规划。也毋过哦，伫正式计划公布之前，若有状况，会先按照原本的计划，先去楼顶来避难。学校的警铃声一直响，抑阁一直放送，发现囡仔拢离开教室，学校被紧急疏散，因为发生地震。镜头摇摇摆摆，初八早起7:52，花莲吉安乡发生规模5.0的地震。花莲县政府发紧急警报，强调受地震影响，马太安溪顶楼的崩沙湖有霸体破坏疑虑，要求公户护林万营的保全户随疏散避难。看到那简讯还是会有点害怕，是不是那边又坍方还是怎么样子，会有冲刷下来？如果水再下来的话，可能又来一次了。撤离通知引起惊吓，也毋过发布偌久了，又个紧急更新信息，解除警报。花莲县消防局回释咧，讲依照境外避难机制，就地公户护林万营，监测地震达到震度5、6以上，才发警报，是误会标准，误发警报。同仁误解为花莲县发生5弱地震就要发 CBS 及海啸警报。确实可能在交班提醒上的时候，没有精准不够精准，我们一定会检讨改进，造成大家困扰。非常抱歉。虽然是误发警报，不过就惊讲国发生严重的灾情，地方已经提交相关撤离计划。中央回应讲，要搁做细部修改，包括整合原民部落意见，加外地游客也纳入撤离的范围。在正式公布之前，老状况先照原计划随着避难。每一家户都达到垂直撤离，先做垂直撤离。好，那其他有独居的老人或者平房式的这些老人，请军方、还有志工、还有消防人员请他们把它搬到疏散到安全的地方。在灾区补助这方面，是不是有可能会当扩大？包括当地民众因为灾情生活受影响，也个亲像经销甲相关单位，在大水发生之前就已经到灾区要车损的情形。贵连城认为有解套的方法，不过要交予行政院财务慰问服务站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